好，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大家来报告，我们各地的莲友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我们常住有个圣空法师，也就是地空法师的亲姐姐。那么她还没有往生之前，她采访了我们那个药空师的媳妇了。药空师现在还在啊，你看现在还在正国寺。那采访了她，为什么？因为她碰到一个非常特殊、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一位我们药空师的媳妇呢，她在梦境之中看到一个鬼要抓交替，但是因为念佛而避开了时节了。这是一个非常真实而且完全如假包换的实实在在的一个经过。结果他之后就到我们正国寺来讲述他所遭遇的这个经过给我们大家知道。那时候圣空法师呢就把它记录做一个笔录。这个里头内容就是这么讲：正国寺的常住老法师啦，就是药空法师的俗家的媳妇，叫做蔡淑凤，家就住在台南市了。平常一家人都会利用休假期间到正国寺来探望药空法师。大约在1个月之前的一个晚上，蔡淑凤在熟睡之中，突然间出现一个很特殊的梦境。梦里的场景呢是这样子的：在离红绿灯十字路口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位披头散发、穿着着白衣的女人挂在那个树上，她旁边有许多的众生呢，突然整群一窝蜂的冲向了蔡淑凤，而且还将她的身体凌空架起来，乱棒一阵猛打。在梦里面，这个蔡淑凤呢身负重伤而无法行走，心有不甘的蔡淑凤就向这些人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打成这样子呢？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这些鬼就问了说：那你是谁？这个媳妇就说：我就是蔡淑凤。这样，那么殴打这个蔡淑凤的那一群人呢，就说：我们所知道的蔡淑凤呢是会念经的，那你会不会念呢？不然你就念一句给我们听听看。这时候平时没有念佛习惯的蔡淑凤呢，当下竟然不假思索的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突然间，这些打他的人们脸突然变得非常和善，并略带歉意向蔡淑凤说道：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等交替等很久了。蔡淑凤就说：你们以后不要在这里害人了，我会请正国寺广兴法师来给你们做一场佛事超度，把功德全部回向给你们。那些亡灵就马上答应蔡淑凤，他说：那就麻烦你喽。就在第二天梦醒之后的早上他依旧以平常心骑着机车到那附近去采购家里面需要的物品。当他骑到某个路段要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呢，突然就意识混沌了，模糊不清。之后发生的事情他完全没有印象了。等他再一次清醒过来，是医护人员架着他上救护车。虽然伤势不轻，但在医院治疗的过程非常顺利，也没有感觉到很大的疼痛，恢复比预期更快。至于机车，就完全没有任何损伤。事后警政单位为了追查这个肇事的原因，调阅案发十字路口的监视器画面，直呼太不寻常了。他就说：怎么会这样？到底怎么回事的呢？那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车祸过程，而且案发的地点跟蔡淑凤梦中的场景完全吻合。梦里身着白衣、披头散发的女人挂在树上的这个位置呢，正是她发生车祸还有机车无故自摔的地点，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乍听
听之下呀，真是令人不由自主的不寒而栗呀。但是你们要知道，蔡淑凤平常没有念佛的习惯，只是她每天晚上都有诵普门品呢，就随言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那么这一段的内容，就是我们已经往生了圣空法师呢，他采访的过程当中所笔录下来的。所以你看，一句名号能够让十方男女孤坟，就因为听到这个名号，马上那个仇恨心或者是要找交替的那一种报复的心态，马上就迎刃而解了。所以由此可见，这个名号的功德力神奇而不可思议。我们平常你自己看不出来，你只要好好的念佛，佛光从来没有离开你。那么你念的当下，洪凶化吉，疫难成祥。更重要的，在你的身边，所有一些男女孤魂，他们看到你在念佛，他不敢干扰你，不敢伤害你。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为了让自己在世的时候能够生活自在，那么也能自己念佛，保护你自己平安。更重要的，让所有十方你看不到的这些亡灵也都能够解脱。所以你看，这个功德无量，阴超阳泰，名扬两利。一句佛号，让所有的亡灵都能够超生。所以我们呢，有这个事实的经过要谨记在心，平常要自我要求多多念佛，以此公案啊，这是真实不虚的来告诉所有世界各地莲友们，大家一起分享。阿弥陀佛。